让他喝。快来了！别过来！好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爸比救我！这下让我放了他，除非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好，好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，只要你放了孩子。这孩子的妈妈是谁？豆豆，你是不是又在胡闹？别废话！这孩子的妈妈去哪儿了？顾豆豆，我给你3秒钟时间自己走出来。哥哥，我就说这个办法不行吧？爸比那么聪明，肯定不会上当的。唉，叔叔，真不好意思。喏，这100元是你的演出费。这个。哎，哥，我错了，哥，我错了，我钱不要了，行不行，哥？顾豆豆，这次你太过分了。对不起嘛，我只是太想妈妈了。转转也想妈咪。我早就和你们说过，你们的妈咪已经不在了，爸比会保护好你们的，以后不要再吓我了，好吗？妹妹，我又想到新办法了。这个好像年龄差不多。哎，你看我家这个。给我芭比找老婆！你们看啊，这么点小孩啊，给他爸爸找老婆啊，挺稀奇的。真好笑。哎，小不点儿，你妈干什么呢？哼，我芭比是怀城首富。这么点小孩就学会吹牛了啊！小朋友，是不是刷短剧刷多了呀？啊！小年纪，不可撒谎了。我又不是3岁小孩，我都5岁了。再说，一个谎言需要无数个谎言去圆。呀，哎呦喂！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。哥哥，让当事人自己来解释。妈呀！喂，顾晨言，你在3分钟之内到人民公园见我，若遇时不到，你将被顾家除名。顾豆豆，你怎么又跑去公园了？哥哥说，只要给爸比相亲，妈咪就会吃醋，就会出现啦。站住！剩下。站住！剩下，你敢得罪阁老，你死定了！阁老给的500万彩礼，不嫁也得嫁。那个老色鬼已经玩死了3个女人，你们竟然为了钱把我嫁给这种人！姐姐，我记得5年前你已经给野男人生过2个野种了吧？还当自己是黄花大闺女呢。我警告过你，不要再提我死去的2个孩子。我死也不会嫁给他的。妈咪，别跑，我在守护你。妈咪，别跑！你们刚才管我叫妈咪，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你长那么漂亮，肯定是我妈咪。妈咪，那些坏人为什么追你呀？因为他们想让我嫁给一个又丑又凶的老头。谢谢你们啊，宝贝。不过你们刚才帮我，不害怕吗？我芭比说，英雄救美，天经地义。那你爸比还是个大英雄了。妈咪，你就嫁给芭比吧。他虽然不是大英雄，但至少也是个小白脸。小鬼兔，过来。你要干什么？完了，芭比救了，芭比不是小白脸了。爸比，你是他们的爸比啊？我当然是他们的爸比，你是谁？芭比，她是我们的妈咪。
妈咪。妈咪和梦里长得一模一样。误会，都是误会。我以为你要绑架孩子们，所以才……这男的怎么看着有点眼熟？剩下6年了，你都不知道那个人是谁，还想什么呢？芭比，妈咪答应嫁给你了。什么？我哪有？妈咪，你刚才没有否认就承认，不许抵了。你们是龙凤胎，那你今年几岁了5岁。5岁。如果我的孩子还活着，现在应该也5岁了。护士，我的孩子们呢？可惜了，你那对龙凤胎先天不良还早产，早就断气了。什么？夫人，我在相信他对我们孩子已经……好，答应你们团建。谢谢。妈咪，你就嫁给芭比吧，他很有钱，花都花不完。原来是个拜金女。妈咪，芭比能1打10，嫁给他，你就不用嫁给有凶有丑的坏人了。1打10。或许这是老天补偿给我的缘分。别替他们下手，我既不能打，又没钱，养活他们2个呀，开销够大的。那刚好，以后我们结了婚，我可以帮你分担，能让孩子们过得更好。这女人为什么给我一种熟悉的感觉？你有过孩子吗？有啊，有啊，等我们结了婚了，兜兜转转就是我的孩子。耶，我们有妈咪了！我还没同意呢。顾晨言在你面前可是淮城第1美女，多少名流贵族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。我和壮壮都同意，你的意见不重要。别的小朋友都有妈咪，我们哥哥也有。好，现在不哭了，芭比答应你好不好？真的？你们也知道的，结婚呢是需要户口本的，芭比现在没有带，等回头的好不好？哎，知道你不靠谱，我每天为你操碎了心。你看这是什么？顾兜兜。哎，我们怎么到停车场来了？你有车？当然没有啊。那，喂，盛夏，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，我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你就乖乖的过来见我，要么你就赔我5000万。什么？你不就是给了500万彩礼吗？他居然骗了别人500万彩礼，果然拜金。要是让他知道我的身份的话，那还了得？钱都在盛继海那儿，你找他要去。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！把他给我绑了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报头厂长，芭比呢答应你们跟这个女人结了婚，但是你们也要答应芭比一件事情，不准告诉她我是淮城首富 ，OK？ 为什么，芭比？我们说你是淮城首富，好像没人认识你，也没人在乎呀。切，芭比穷只剩下钱了，还以为妈咪图他什么呢？普信男。顾兜兜，是不是想挨揍了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听见妈咪喊救命，妈咪有危险！过来，别想跟我扯话题，站好。哼，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，你还是不是男人？你不行，换我上！你们在这旁边待着，不许乱跑，我去看看啊。阁老，您前妻是在帝豪酒店出的事吧？那晚警察没找到的监控，你想看吗？警察没有的监控，你怎么会有？我是帝豪的前台，那天晚上刚好我值班，我有权查看所有的监控。你说我有吗？
你开个价吧，多高我都能接受。那要看我心情了。之前的事儿都是误会，都是误会，真的都是这叫有误会关系。我看这是不检点。严森，给我查一个人，一会儿照片发给你。这都是误会，别往心里去。老公，老公，这是你老公？老公，我们走吧。幸亏刚才我机灵，才逃过一劫。不过，我上哪去找早就被抹掉的监控啊？就算你有了监控的备份，老子我不会让你活过今晚。去，到帝豪给我订一间套房。是。芭比妈咪，豆豆转转，妈咪，你没事吧？妈咪没事，妈咪请你吃大餐好不好？好。骗吃骗喝骗彩礼，我倒是要看看你想耍什么花招。顾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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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可能？哎，顾总，我在这儿。看错人了。这车一定很贵吧？切，芭比的车库里就属这辆车最普通，其他的要么比这霸气，要么比这贵。你有很多车？模型，都是模型。这样。顾总，刚才那人人称阁老，包养女人无数。他今晚订了帝豪酒店的总统套，似乎又和女人有关。知道了。没事吧？没事，走吧。走，吃大餐去。哼，这女人果然选了间高级餐厅。哎呦，这里的消费啊，应该很高吧？对啊，听说很高端，我平常都舍不得来吃。我刚给兜兜转转交完学费，我身上可没钱了。没关系，我第一天当兜兜转转的妈咪，这顿我来请。哼，他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？你好，请问需要点什么？我要儿童套餐。一份雕盘。这么贵？那个我还不太饿，我就先不点了。老李，这里的牛排很好吃，你还要一份吧？那我也来一份吧。好的，女士。您孩子真可爱，长得可真像你。是吗？谢谢。不要香茅，不要蛋。兜兜转转，你们也不吃香茅，不吃蛋？这么巧，我们真是太有缘分了。盛小姐，6年前你也在怀城。6年前你也在怀城。不在啊。把你平安出生。那个，我去趟洗手间。你好，麻烦您帮我看一下，我这几张卡里的钱够不够付18桌的账单？不好意思，你卡上的总额不够付账。谢谢啊。哎，你身上有多少钱？狐狸尾巴这么快就藏不住了。没带手机，没带钱包。啊！哎，等一下，我这份还没吃，能退吗？吃不起就别来这么高档的餐厅，打肿脸充胖子。谁说我们吃不起？他去刷了他所有卡都不够付账，你们的爹更是极品，都没带钱还来装什么大款，丢人现眼。你看哈，我这份呢还没有动，咱们商量一下，能不能退？吃不起就滚，一家子穷鬼，别弄脏了我们餐厅。我们是穷鬼，开什么玩笑？这整家餐厅都是我芭比的。小小年纪啊，好话张口就来，上梁不正下梁歪。干什么？哟，穷横穷横的。经理，这有人吃霸王餐。谁在闹事啊？就是他们。
哎，那个活动是不是还没结束？啊，是。本店现在的记录是3分钟答对8道题。没问题。兜兜转转，跟妈咪一起挑战。接下来计时开始。这是街舞。篮球。你是不是傻呀？这怎么可能是篮球呢？篮球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吗？芭比好土啊！这明显就是撞球耍帅。对呀，顾成远，篮球不就是？哈哈哈！打鸡头，糖葫芦，米老鼠。你们玩吧，不玩了。兜兜转转这么清晰的脑回路，这个女人居然和她一模一样。哦，有个虫子。啊。把这个给严森，让他给兜兜转转和剩下做个亲子鉴定。是。时间到，恭喜你们一共答对了12题。经理，那我们这一餐是不是可以打5折了？哎，不。啊，我们已经打破记录了，您这活动上写的清清楚楚的。非常感谢您，让我们见证了母子亲情的神奇。您这桌直接免单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正式认识一下吧，我呢在帝豪酒店做前台，工资3500。你呢？我看你举手投足也挺贵气的，你是白领吧？那我让你失望了，对不起，我呀，工资还没你高。啊？哼，失望了。那你还能把他们2个养得这么好，你真是一个称职的好爸爸。等我过去，咱们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的。喂，经理。酒店临时茶班，今晚你来值夜班吧。啊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妈咪，你今天晚上搬来跟芭比一起睡吗？顾兜兜，没礼貌。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，屋子不可教也。你一直是一个人带他们2小只住吗？啊，我们呀住在一间老破小里。你在怀城有房？啊，其实是租的，对，租的。没关系，反正我在我闺蜜那儿也赖了挺久的了。等我搬过去，咱们一起分担房租，这样日子也会好过一点。哈哈，好，谢谢。那我们开门吧。妈咪，你今晚搬来我家睡吗？妈咪今天跟同事调了班，得值班，明天再搬过去好不好？好吧。阁老刚在帝豪订了总统套房，他就特地调班。难不成结了婚还想和别的男人有染？我一定要抓他个现行。先生，您的房卡。喂，你好，帝豪酒店前台，请有什么需要？准备一个果盘送到总统套房来，快点儿。好的，您稍等。贱货，看今天老子不把你给玩死！哥哥，芭比没有订总统套房，奇怪，我明明听秘书说芭比会来帝豪酒店，她只住总统套房，我还以为她开窍了，要给妈咪惊喜。阁老，有了这些东西，今晚保证那个盛夏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做得好！大胆刁民。
去看妈咪，快搬救兵！管家，帝豪酒店总统套房里面的坏人欺负我，你快来救我！快！是，小少爷。顾总，剩下刚才接的葛老的电话已经上来了。我倒是想看看他婚后到底有怎么个不检点。管家放心，我们一定狠狠教训感动小少爷的人。Room service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郭总，西西屋是葛老逼婚夫人不成，今晚才设计陷害夫人。什么？ Room service。郭总，怎么了？哎，贱人，我看你怎么逃！你们什么人？你凭什么打我？感动顾家人，你活得不耐烦了？顾家。你怎么过来了？我看你一个女孩子上夜班不安全，过来看看。你担心我？也没有，兜兜转转非得让我过来看看，要不然他们睡不着觉。摸什么呢？没有什么。奇怪，他的气息为何这么熟悉？是你。什么？这条项链，你经常戴吗？啊，对啊，就是普通的款式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这条项链很普通吗？我也买不起定制款。我问你，6年前你到底在不在怀城？你为什么总问这个问题？妹妹，非礼勿视。原来是你们2个小崽子呀！你们怎么过来了？妈咪，我们想你了。这个家伙也是。妈咪正好交班了，走吧，我们回家。耶！慢点。糟了！你们是葛老派过来的人吗？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有什么事就冲我来，但是你不许动我老公和孩子。昨天欠我钱啥时候？哎，我欠你什么钱啊？哎，这什么情况？妈咪，此地不宜久留。哦，对了，再不快点我们就赶不上公交车了。1、2、3，冲啊！妈咪，爸比还在后面发呆。爸比，你快追上我们！最后一个跑到的是小狗。这世上，难道真有非血缘关系、行为举止却如此相似的事？顾总，亲子鉴定有结果了。不是他，难道真是我想多了？顾总，关于6年前那个女人，还在什么多少？我一定要找到她。我倒是要亲口问问，她为何设计爬上我的床，生下我的孩子，5年来却对他们不闻不问。何小姐，顾总已经看完调换过的鉴定结果，你放心。很好，千万不能让程岩知道5年前的真相。是。想不到那个女人竟然又回来了。5年前我能让她消失，现在我同样可以。顾晨言，撞什么山城？末班车到了。爸比，你快点。
前面的人干什么呢？磨磨唧唧的。手机不行，可以刷卡。不早说。你这什么卡？这卡也不行吗？芭比，你这黑金骑士卡也不是万能的。骑士卡，这是全球限量只有5张的灰金骑士卡。什么？是那张只有美国的马斯克、英国威廉王子还有中国的马总才有的？你可别吹牛了！喂，你到底刷不刷？我替他给。行了行了，去吧。谢谢啊。不会刷卡，也不会投币，难道你没坐过公交车？妈咪，以芭比的身份，怎么可能去坐公交车？身份？你什么身份？啊，我哪有什么身份呀？我平时都不坐公交车，我都走路锻炼身体，省钱。看来他一个人养2个孩子太不容易了。妈咪实在是太单纯了。你还好吧？我没事。哥哥，芭比终于开窍了。切，这种撩妹手段早就过时了。那个，你家住在哪儿啊？不能告诉他我家住在湖心别墅。妈咪，你能跟我一起回家吗？我想你哄我睡觉。妈咪，我想听你给我讲故事。那好吧，不过妈咪没有带行李。妈咪，芭比的衣服可以给你穿呀。顾晨言，你母胎单身30年，衣服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。那今天就麻烦您了，明天我把行李搬过来。不过你家到底住在哪儿啊？海德家园。海德家园？你家居然住在市中心？海德家园站到了，请下车的乘客带到了好您的随我们下车吧身物品，开走门请当心。去。耶，我回家喽！你这租的还是海德花园的大户型。糟了，忘了告诉严特助买套小点子。啊，哎，那你这1个月租金得多少钱呀？1000。1000？怎么可能？其实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租给我的，他看我单亲带俩娃非常的不容易，所以他就很便宜的租给了我。啊，怪不得，你这亲戚人真好。是啊，是挺好的呢。哎，你别说，你这亲戚装修还是蛮有品位的，是吧？你看啊，这个客厅呢，采用高灯搭配背景墙这种素色条纹，可以营造出高度错觉。你还懂这些呢？啊，我瞎说的。妈咪，我饿了，我想吃饼干。我也是。兜兜转转，这么晚了，吃零食对身体不好。妈咪给你们做好吃的，好不好？好，妈咪做的一定是世界上最好吃的。对。好，那妈咪给你们看看冰箱里有什么好吃的，好不好？你们家冰箱在哪儿？让妈咪看看冰箱里有什么食材。我最近比较忙，没空买东西，冰箱都是空的。哎呀，没关系，有几个蛋也可以的。黑松露、雪燕、鱼子酱，还有这个。你平常吃这些？黑松露、雪燕、鱼子酱，还有这个。你平常吃这些？哦，这个呀也是我亲戚给我们的。他看兜兜跟转转呀，天天可怜没东西吃，定期的就会给我们投送一些食材。哦，那你这亲戚人还真好。是、啊。有机会我想见见他，好好感谢感谢他。有机会，一定有机会。那妈咪可以尽情发挥了。我们也来帮忙。
看看先做点什么呢？萝卜。好，快点。好了，咱们一家4口一起庆祝一下。怎么会呢？不对，不是刚拿到了亲子鉴定的结果吗？还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呢？走吧。哦，对了，多多转转房间在哪儿啊？这儿，对，这间。走吧。顾先生，您对您自己家是相当不熟悉。你会跟我一样第一次住在这儿吧？妈咪，芭比是第一次接您回家，心里紧张。是第一次。妈咪，我和哥哥房间在那儿。哦，对，那边。好，走吧，妈咪给你讲故事。走。孩子们都睡了。啊，是，那我睡侧卧。好，哎，这是我的睡衣，全新的。谢谢。不客气。那我去睡了。你真怂，撩妹还得靠我们。奇怪，他为什么总能给我一种熟悉的感觉？大眼睛，双眼皮，你到底是谁啊？你说什么？大眼睛，双眼皮，你是谁啊？为什么跟那个女人说同样的话？哎，你搞清楚，是你上的我的床，你别贼喊捉贼啊！这明明是我的房间。你过来看看，到底谁的房间？你搞清楚，我的房间上是狗，你的房间上是猫 ，OK？ 可我明明记得我的房间更靠近厕所啊。付豆豆，是不是又是你搞的鬼？哎呀，算了，我们是合法夫妻吗？啊，也是啊。哎，你刚才说梦话，说我双眼皮、大眼睛，你怎么会说这种梦话？没错啊，我说的是实话。再说了，谁能控制自己梦里说什么呢？啊，对。喂，夏夏，家里遭贼了。什么？你别着急啊，我马上过来。怎么了？我有点急事，就先走了。哎，你去哪儿？清源小区。芭比，妈咪有危险，快去救她！小文，夏夏，没事没事。你说奇怪吗？家里面值钱的东西一件都没丢，就丢了几个 U 盘。U 盘？U 盘里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吗？没有啊，都是我以前考的片儿，准备自己一个人夜深人静的时候看的。谁那么变态啊？为了几个片儿，至于入室抢劫吗？小文，你爸妈不是想你了吗？你这几天就先回家住，好不好？那你呢？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。我结婚了。你结婚了？和谁啊？这男的长得还行，但是这么穷还带2娃。我不图他有钱，恰恰相反，我图的就是他那俩娃。我给你看看兜兜和转转，兜兜转转特别可爱，快看看啊，好可爱啊！哎，你别说，长得和你还挺像，是吧？
他们要是我那2个孩子就好。这5年，你一个人承受丧子之痛，而那个只付出了2颗精子的男人却浑然不知，真是禽兽不如。不怪他，当初我也是被下了药，说不定还是我主动的。当初那件事到底是谁陷害你？查到了吗？虽然没有证据，但无非就是我那个好后妈和好继妹做的事。不提这些扫兴的事儿，走，陪你吃行。好。小心！嗯，小兔崽子，老子早晚弄死你们！没事吧？你们怎么都过来了？还不是这2个小崽子放心不下你，非得过来看看，看你出什么事儿。是我闺蜜家被盗了，大概是因我而起。是什么事情？还不是因为那个阁老，我不肯嫁给他，他就派人绑我。我灵机一动，就说我有他谋害前妻的证据，所以他就去了我闺蜜家，想找到 U 盘。这样的呀？看来之前都是我误会他了。可我现在上哪儿去找那晚的监控？妈咪，你别担心，只要芭比出手，什么都能搞定。顾兜兜，你又瞎说话！你爸比啊是游戏里的王者，不代表现实也是啊。你也别担心，这恶人啊自有天收。哎，我们回去吧。好。立刻去查一下阁老前妻的死因，拿到酒店的监控。妈咪，有个老公是不是还不错？走了。还凑合吧，回家了。妈的，这都是什么玩意儿？这么一群笨蛋！阁老，既然东西不在盛夏的住处，他有可能留在了盛家。那你还不赶紧去找？是。说盛夏把阁老的东西藏在哪了？什么东西啊？我已经把500万还给阁老了呀！装糊涂是吧？你们的好女儿盛夏不嫁阁老，倒去嫁了个穷逼。什么？我给你们2天时间，要是借不到东西，你们一家就等着从怀城消失吧。哎呀，我怎么生了这么个孽障啊！爸妈，这件事交给我，不管是什么东西，我保证让盛夏快快交出来。哥哥，妈咪看到我们一定会很开心的。我们要给妈咪一个大大的惊喜。盛夏，今天死定。喂，你好，我的浴巾掉水里了，麻烦给我送2条新的过来。好的，那您稍等，我通知保洁。就你给我送过来吧，我要洗澡，要来不及了。好的，那您稍等。你好，我来送浴巾，方便进来吗？你好，那我进来了。1008，这个就是盛夏的柜子。这花怎么在里面啊 ？Surprise！ 是谁啊？熊孩子，别在这弄胡闹！出去，出去，快出去！盛夏，等会儿你会乖乖就范的。哥哥，刚才的那个坏女人为什么往妈妈的柜子里放东西？从来没有见过妈咪戴过这个戒指，一定是那个坏女人搞的鬼。喂，顾晨言，有人在帝豪酒店陷害你老婆，你管不管？走。盛夏，经理着急找你，让你去安601。哦，好，那我过去。
经理，你找我。经理，就是他。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面，只有他进过我的房间。我丢的那枚戒指，肯定就是他偷的。那枚戒指价值300万。盛夏，顾客丢了戒指，我搜过这个房间，也查了监控，只有你来过，解释一下吧。经理，我没有偷，是他让我把浴巾送到房间，所以我才进来的。我让你送浴巾，可没让你偷戒指呀。不过像你这样穷酸下贱的人，见钱眼开，我并不意外。没有证据，请您不要人身攻击。证据是靠搜的。经理，我要求搜他的柜子。来人，去搜一下盛夏的柜子。盛夏，我劝你赶紧交出阁老要的东西。今天的事情我可以大事化小。你原来是因为这个才来找我麻烦的。知道才好。交出来吧。你做梦！盛夏，我劝你不要跟我斗。你涉嫌盗窃是要进监狱的。进监狱的还不一定是谁。你们怎么过来了，宝贝们？妈咪，我们把这个放进你的柜子，还说这个是他的柜子。那他长什么样子呢？大眼睛，超短裙，整容脸，小波浪。那我知道他是谁。谢谢宝贝们，你们真是妈咪的小天使。经理，没有。什么？不可能！为什么不可能？你怎么这么笃定你的钻戒一定在我的柜子里？还是说你是故意放在我的柜子里，想要污蔑我？你既然不在他的柜子里，肯定就在他的身上。给我搜！你凭什么搜我的身？就凭我是这的 VIP， 凭我爸在这给我订了半年的套房，凭我有爹疼有娘爱，凭我比你这种下贱的东西强1万倍。给我搜！300万的东西，你们赔不起。我的手续是违法的。经理，你不管吗？放开我妈咪！放开我妈咪！豆豆妈咪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妈咪，这2个小屁孩居然是你的孩子。盛夏，没想到你不仅嫁了人，还给2个小孩当了后妈呀！找2个野种就想来糊弄我。盛夏，告诉你不可能！今天你不把戒指给我交出来，别想走人！我看你的戒指并没有丢吧？你就是在贼喊捉贼！胡说八道！好啊，那你敢不敢把你的包打开，让我们大家看看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我明明就已经诬陷给我了，是吧？你保安，快把这坏女人带走！带走！没有证据，我看谁敢抓我！证据在更衣室的监控里。经理，我要求查监控，证明我的清白。经理，监控被人抹掉了。什么？哼，我怎么可能让你拿到监控？世界上没有这么巧的事情，除非有人蓄谋一脚。小屁孩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盛小姐，既然您的戒指已经找到了，这件事只是个乌龙，就到此为止。乌龙？经理，我劝你最好赶紧把盛夏给我抓起来，否则你们酒店将会有大麻烦。盛晴，你到底有完没完？上周我有在你的总统套房被人打着似的，听说好像还向你们索赔了200万。你们就不想知道幕后黑手是谁吗？就是他。盛小姐，你有证据？当然有。阁老被打当天正好是盛夏值班，而且盛夏刚接了阁老电话，阁老就被人打了。我刚是听阁老的手下说，盛夏跟此事有关，你们大可以把盛夏抓去阁老的面前当场对质。把盛夏给我抓起来！经理，这只是盛晴的一面之词，您不能相信他。赶紧给我绑住他！别让盛夏溜了，阁老快坐下来，你们可担当不起。都到这儿！哼，盛夏，我看你还怎么生气！你放开看看！豆豆，盛夏，究竟是不是你雇人打的阁老？是我。什么？放心吧，妈咪，我来保护你。那个大坏蛋就是我派人绑的，你们能把我怎么样？
静涵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经理，你们堂堂7星级酒店，连2个小孩都管不住吗？来人，把这2个兔崽子和剩下给我一起绑起来！别怪我没提醒你，要是敢动我一根头发，我爸就会让你在怀城消失。豆豆，你爸爸是游戏里的王者，在现实中就是个镜头。盛夏，你一家人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呀！混蛋走！豆豆，这。爸比，你要是再不来，我们就真的要完了。站住！放他们！这里可是顾氏旗下的帝豪酒店，你敢在这里捣乱？帝豪居然是顾氏旗下的，我当是谁呢？盛夏，这个就是你找的那个穷逼呀。既然他们一家4口人都来了，那就满足他们吧。经理，要不把他们都给我抓走，让他们一家人呀整整齐齐。我看谁敢！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穷酸，你知不知道这里是谁的地盘？怀城首富顾总身边的严特助就是本酒店的总经理。你得罪了我，尚有活路，但严特助可是顾总身边的助手，他帮助打理顾氏多年。顾家盘踞怀城大半世纪有余，权势通天，富可敌国。得罪了严特助，小心让你们一家4口在怀城消失。你怎么抢我的台词啊？所以呢？怎么样？怕了吧？如果再敢闹事，严特助一定让你们全家从怀城消失。既然严特助这么厉害，那我就让他过来评评理。穷逼，小钱想疯了吧？吹牛都不带打草稿的呀！严特助可是怀城的大人物，你让他过来，这简直是我今年听过最好笑的笑话了。你的笑点和你的人一样，好 low！ 这个电话根本不需要芭比的，我来。豆豆，喂，林特助，给你3分钟时间，马上到帝豪酒店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小兔崽子，你一个电话能让严特助赶来，简直是一派胡言，装模作样。盛夏这种下3滥的男人，脑子都没有发育好的孩子，你是从哪个垃圾堆里捡来的呀？还给他吃饱呢？还愣着干什么？把这一家子神经病全都给我绑了！住手！我看谁敢！住手！我看谁敢！严特助，您怎么来了？我要是不来，怎么能看到你这么嚣张跋扈的一面？严特助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他的意思是，教训阁老是顾氏集团顾总的意思。对，是顾总的意思。这么简单的人话都听不懂，看来你这经理的位置是不想当了呀。看来你这经理的位置真是不想当了呀。别呀，严特助，顾总权势滔天，当然是想打谁就打谁，我怎么敢有怨言呢？我这就把他们都放了。严特助，满意了吗？勉强满意吧。勉强满意吧。那严特助，您这边请。你等等，你的事儿啊，还没结束。这是半小时前更衣室的监控，虽然被人恶意抹掉了，但是顶尖黑客仍能恢复镜头画面。什么？坏女人，这些你逃不掉了吧？还不快把这心肠歹毒的女人带走！还不快把这个心肠歹毒的坏女人带走！给我带走！盛夏，你别得意，给我等着，葛老师不会放过你的。您真的是顾氏集团顾总的助理？是。没想到那个一手遮天、天倒黑白的资本家，居然有这么好的助理。哦，对了，你怎么会认识严特助这样的大人物啊？其实他就是租给我房子那个远房亲戚，是吧，老表？是。怪不得呢，你刚才配合豆豆演戏，真的太感谢您了。您说您帮我们租房子，还给豆豆转补身体，这次又欠您这么大个人情，您真是个大好人。没有，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哎呀，您真太谦虚了，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哎呀，你别，都是我的。严特助，你今儿不是挺忙的吗？对我还挺忙的，我就先走。行，严特助您慢走啊！哎，您改明来家里吃饭，我亲自给您下厨。好，真帅啊！帅？你说他帅？当然了，妈咪，那是芭比帅还是银特助帅啊？
妈咪，芭比听说有人害你，马上就赶过来了，所以芭比的发型都跑来了。是吗？有吗？嗯，所以呀，当然是我老公最帅了。谢谢你，老公。哥，你脸红啊！芭比不是脸红，是心动了。顾豆豆，你懂什么你？果果、甜甜、星星都亲过我，我懂的呀，比你这个单身狗要多得多。你牛！没想到我儿子女孩缘这么好。住手！怎么了？啊，他不让别人碰他头。我也不喜欢。可是妈咪，我喜欢你摸我的头。这么巧，真没想到，我也只让我妈妈摸我的头。他们的习惯怎么会这么像我？那个，你和他们的生母为什么分开啊？我就是好奇，你和他们的生母怎么会分开呢？生人不养，不配为人母。我不想提起这个不称职的女人。看来顾成言和兜兜转转的生母是感情不和才分开的。走吧，我们回家。小文，你是学医的，你能不能从医学的角度给我解释解释？难道真的有非血缘关系，就像我和兜兜转转一样相似的人吗？你说你们的喜好行为相似，确实玄乎，但这些都不是有血缘关系的依据，除非你们血型和 DNA 之间有关。夏夏，你是不是又想你的孩子了？或许吧，是我想多了。我可怜的女儿啊，也不知道她在监狱里会不会被人欺负。哎呀，闭嘴！你就知道哭。都怪剩下那个贱，要不是他，我女儿怎么会受这种苦啊？她就是个没良心的白眼狼。该死的畜生！别怪我不念父女情分。阁老啊，阁老，您手眼通天呐，您应该知道您要的东西那真的不在我们家呀。不过，剩下他很在乎那个二婚男人带着的2个小野种，您软的要挟，他肯定会哭着求着把东西给您。好嘞，阁老。看啥？别哭了。今天在幼儿园有没有想妈咪？想。那想不想吃冰淇淋？想。来，你们站在这儿啊，等着妈咪过来啊。孩子们接到了吗？喂，顾成言，兜兜转转被人绑架了，怎么办？什么？我马上去找。盛夏，你很着急，很无助吧？阁老，是你们绑架兜兜转转？算你聪明。想要孩子，就拿监控来换。南郊仓库只许你一个人来。你要是敢报警的话，那你就等着给他们收尸吧。你不许伤害他们！喂！师傅早。我孩子呢？放心吧，他们还都活着呢。只要你交出了监控的备份，我马上就放了他们。否则，我会让你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烧死。
你要的东西呢？我没在他身上。什么？你耍我呢？阁老，这女人就是在虚张声势，她手上根本没有证据。盛夏，你这是自己找死！动手！豆豆站站，豆豆站站，求求豆豆站站，豆豆站。盛夏，今天就是你和这2个小野种的死期！豆豆站站向下。顾总，你不能进去，太危险了！我老婆孩子都在里面，你给我滚开！顾总，滚！快救孩子！夏夏，顾总，他怎么样了？顾总，抱歉，夫人只是经过宫刑，暂时昏迷。兜兜转转，你们可千万不能出事啊！护士，我孩子怎么样了？现在2个孩子需要手术，但他们是 RS 阴性血，医院里血库储备不足。你是孩子的父亲吗？是。那你是 RS 阴性血？不是。那孩子母亲呢？熊猫血一般来自遗传，孩子不是遗传你的，那极有可能是遗传母亲。护士，你看看能不能从其他医院紧急调用一下，我的人也可以帮忙。那我试试吧。好，你赶紧也去怀诊查一下，要快。是。打电话找啊！你们医院还没有2A阴性血？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找2A10阴性血。你好，我是怀城医院的，你们那有RS阴性血吗？没有啊。废，你呢？你找到了吗？你好，我是怀城医院的。先生，都找过了，所有医院加起来血库储备都不够。某些这么难找吗？我血在人群中的比例只有1/1000甚至更少，想找到他们无异于大海捞针，比买彩票中特等奖还要难啊！顾总，查到了，怀城2A10阴性血一共有3例，除了邵一克小姐，还有一位27岁的女性。您说，她会不会就是邵一克小姐的生母？还不赶紧请她过来！是。不用去了，你们要找的人就是我。你说什么？护士，我是 RH 阴性血，抽我的吧。好的，女士，那你先过来跟我抽个血吧。还好吧？2个孩子真是太幸运了，想不到第3例熊猫血的人就在医院，而且你还这么好心。我是他们的妈妈。你是他们的生母？我是他们的妈妈，但不是生母。那你们母子3人还真挺有缘分的。来，摁着。先休息一下，我去看一下。快去。喂，小恩，豆豆转转和我的血型一样，都是 RH 阴性血。你说他们会不会是我那2个孩子？真的？小恩，我想再调取一次我2个孩子的出生和死亡记录，我要再调查一次。好，我马上拜托我脐橙医院档案室的朋友去查。你去详查一下剩下的过往。您是怀疑夫人和6年前的那个女人吗？她和兜兜转转这么多相似的地方，绝对不简单。记住，暗中调查。是，顾总，我们已经掌握了葛老谋害前妻的证据，有了这些，足够他在监狱里共度余生。好。哎，对了，顾总，我在查盛豪酒店资料的时候，发现了夫人的入职信息。6年前，夫人就读于怀城大学家装设计专业。您说，夫人为什么不做设计，跑到酒店当前台了？你说什么？我说夫人为什么不做设计，跑到酒店当前台？上一句。 6年前，夫人就读于怀城大学。可是她告诉我，6年前她明明不在怀城，她究竟在隐瞒什么？你也去休息一下吧，医生说了，等药效过了，他们就会醒。不用了，我想守着他们。这怎么行啊？你刚刚抽了那么多的血，已经抽出了人体的极限，别孩子们醒了，你到时候倒下了。嗯，好吧。对不起，是我害了豆豆和转转，他们还这么小，就要承受这么大的痛苦。这不是你的错啊！这是我的错，如果不是我，葛老也不会绑架他们。都过去了，葛老也被抓起来了，这辈子他别想出来。葛老被抓起来了，什么时候的事？就在刚刚。葛老可以摆2道通吃，是会有这么大的能力？我托严特助去调查了一下他前妻的死亡原因，果然是他伤害的。太好了。你之前说你6年前不在怀城是真的吗？是啊，你为什么又问起这件事？
可是你6年前明明就在怀城啊，你究竟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说呀，你究竟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瞒着你，我不想提起当年的事。6年前，我的确发生了一些突发状况，不得不暂时休学，离开怀城。这样吧，你为什么总问起6年前的事？没事儿，你快休息吧。盛夏说他6年前离开了怀城，你马上去查他去了哪儿，做了些什么。是。这是你当时生产以及孩子的出生、死亡记录。谢谢。哎，夏夏，你看这儿，上面写着2个孩子出生时没有啼哭，你还有印象吗？我当时已经扔了，我一点印象都没有。不过我怀孕时产检一切正常，而且我孩子出生时他已经足月了的呀。哦，在档案上记录你当时难产，羊水破裂，所以说孩子当时出生时没有啼哭，死亡也是正常现象。谢谢，我知道了。时间不早了，夏夏，我们也要赶回怀城，走吧。等一下，你看，新生儿是否需要留院观察？医生填的是否，那是不是说明当时我孩子出生时他没有问题？可怎么会2个小时之后他就死了呢？医生，这怎么回事？啊，这个齐医生啊，6年前出过医学事故，后来查出患有精神障碍，所以我们医院很快就把他辞退了。他的签字其实不能算作数的。是这样吗？夏夏，6年前的那次医学事故我也听说过，那个齐医生的确有精神问题。我们先走。何小姐，他们已经走了。做得好，从明天起，你就是档案科的主任。谢谢何小姐。小姐，顾总开始派人调查盛夏6年前的遭遇了。我不想让程岩知道当年的任何事情，哪怕是一点蛛丝马迹，知道会查出来。是，属下明白。老天收走了我的2个孩子，又补偿给我2个孩子，以后我一定要好好保护豆豆和转转，再也不让他们受伤。妈咪，我不要去酒店住宿了，好吗？那也总有人想害你。对呀，妈咪，我们很担心你。好，妈咪答应你，宝贝们乖啊。早知道帝豪酒店是顾氏旗下的，我才不会去呢。顾总，夫人虽不是少爷小姐的生母，胜似神。哎，是。之前都是我误会了她，是时候跟她坦白我的身份了。你来了，怎么了？谢谢。我有件事情要跟你坦白。坦白什么？其实，我有件事情要跟你坦白。坦白什么？其实，简历又没通过。你在找工作呀？豆豆和转转不想让我去酒店工作，我不想让他们担心。其实他们说的也没错，酒店那个地方人多眼杂的。哎，你不是学那个家装设计的吗？我觉得你可以去干你的老本行。你怎么知道我的专业？我之前拜托严特助去查阁老的时候，他看到了你的入职报告。不过我没能毕业，中间休学了。哎，你要不要去顾氏集团试一下呢？我看他们呀，最近在设计部扩招，他们最看重的就是能力，而不是学历。顾氏啊，老娘打死也不去。为什么？顾氏那个顾总德不配位，顾氏集团肯定是上梁不正下梁歪。啊，不是吧？我听严特助说，他人很 nice 的呀。nice，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人渣。那个，你刚才说要跟我坦白个事情，什么事啊？这么郑重？没事儿，没事啊。不过我还是建议你啊，去找那些跟你专业对口的工作，这样你的未来的路才长嘛。听你的。哎，我先出去了。
你马上去收购一家家装设计公司，价格好说，唯一的条件就是录取盛夏。是。哎，等等，你再顺便的查一下，这个盛夏呀，对我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对首富顾成言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好，我现在就去。被设计公司录取了。我就知道，老高听得真没错。顾晨言，你今天晚上是不是没刷牙？我每天都刷，好不好？说梦话的，个臭小子，说梦话也不忘记骂他老子。恭喜你啊，被录取了，有了新的工作。谢谢。刚好，兜兜转转明天出院，他们的太奶奶太想念他们了，想让他们回家住几天。好啊，应该的。喂，小姐，顾总安排盛夏进 SR 公司做设计，而且还特地高价收购了 SR。什么？需要我们动手吗？不用，把盛夏那个继妹捞出来，马上安排她进入 SR 统一部门，让他们斗得越凶越好，我好坐收渔翁之利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安排。想不到 SR 公司这么热情，今天早上特意打电话告诉我，欢迎我入职。当然，也不看看是谁安排。要不我送你上班吧？不用。严特助，您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来接您上班。接我上班？严特助，您真的是对我们家的消息了如指掌，知道我第一天上班，您还特意开豪车来送我，这也太隆重了吧？那不客气，您请。这不太好意思吧？走。严特助送我就行了，你就在家等我啊。这个季度的奖金别想要了啊，严特助。走，起。这是你位置。好的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叫盛夏，很荣幸跟大家一起共事。你也在这儿？我呀，可是华尔顿大学设计专业的高材生，在这可不意外。倒是你，一个高中毕业的人，是怎么进的我们公司呀？难道说你又去哪儿碰上了几个野男人吗？华尔顿大学，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这是一所国外的野鸡大学吧？我警告过你，不要再污蔑我。上次你被警察抓走，我刚好录了视频，不介意给同事一起欣赏。我们最好相安无事，井水不犯河水。来，多多转转，吃糖。啊，别说了，这糖对牙齿不好。你是不是想害我们蛀牙？没大没小的，你们两个怎么跟我说话呢？啊！来，兜兜转转，吃水果，来。喂，妈咪，我们想你了。是的，妈咪，我们很想你。妈咪，难道是6年前那个女人回来了？奶奶，怎么可能？您忘了，几年前那个拜金的女人用孩子换了3000万，然后一走了之，说她根本不想尽母亲的义务。那个女人怎么可能回来？兜兜转转，太奶奶告诉你们，不要随便叫别人妈咪。芭比和妈咪已经领证了，以后她就是我们的妈咪。什么？程爷什么时候结婚了？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？奶奶，这些年我尽心尽力的照顾多多和转转，就算我不是他们的妈咪，但也算他们半个养母了。想不到年蝶，我知道这几年你辛苦了，
奶奶，程岩一直忙于工作，对感情的事情很回避，怎么会突然结婚呢？而且还瞒着您老人家，您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不管是6年前那个拜金女，还是什么不三不四的狐狸精，都别想轻易进我顾家的门。哥哥，太奶奶想让我做坏女儿当妈，我不要她，我只要妈咪。没事，有我在，坏女人别想得逞。打个电话问一下。老夫人，有何吩咐？我问你，和程岩结婚的那个女人叫什么？是干什么的？啊，这……就算你不告诉我，我也会调查的。到时候有你的好看。夫人在 SR 公司做设计，叫盛。叶三，没谁打电话？啊，没谁。SR， 哼，我倒要去看看那个姓盛的女人是什么货色。哎，你好，请问你们这儿有没有姓盛的设计师？啊，有的，就是这位姑娘。盛琪，有人找。盛琪，有人找。看着就不像是什么好人。你找我，有什么事情？你们这儿就你一位姓盛的设计师吗？对啊，那个盛夏算什么设计师？他也配。我想让你为我的新家做装修设计。你预算多少？5万。什么？5万？我没听错吧？也对，你一个清洁工，你的新家应该就跟一个厕所一样大吧？你就是这样对待客户的？客户？你看好了，这儿是 SR， 家装设计界的龙头，刚被顾氏呢以高价收购，身价千万上亿的呀，那才是我的客户呢。像你这样的穷鬼，算什么客户呀？别耽误我工作了。果然是个势利眼的狐狸精，程岩那臭小子居然为了他高价收购了这里，简直胡闹！吩咐下去，把 SR 那个叫盛情的设计师调到保洁部去打扫厕所。上班第1周就被打发出来干杂活跑腿，我什么时候能做我喜欢的设计啊？奶奶，您没吃午饭吧？我这儿有没开封的面包和水，您吃吧。不用了，姑娘，你自己吃。奶奶，您得吃饱饭才有力气干活，不然身体吃不消的。差点忘了，我还穿着保洁服。那姑娘，谢谢你啊！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在 SR 做设计。你是设计师？那，你不该在这写字楼里工作，你怎么在这外边？你看跑得还汗流浃背的。我刚来公司实习嘛，领导让我打打杂，我也不能有怨言。毕竟丢了工作，房租怎么交，信用卡怎么还？看来这孩子是被无良领导打压了，我倒是可以帮帮他。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盛夏。什么？你也姓盛？什么？你也姓盛？啊，怎么了？不对，不可能是他。程岩那臭小子为了狐狸精高价收购了 SR， 又怎么会让他为交房租操心？何况 SR 公司的人怎么敢欺负程岩的女人？姑娘，我刚从你们公司出来，想找个做家装的设计师，可是我的预算只有5万，被人给奚落了。您的预算是不多，不过如果您家面积不大的话，我可以想办法帮您装修。真的？老年人嘛，他对家装的要求无非就是简单、整洁、实用。说在硬装方面，位于采用
说大理石啊，它可以简单。夏姑娘，你说的这么好，那5万够吗？不瞒您说，其实我还没有客户呢。如果您愿意做我第一个客户，我可以不收您提成，这样您的预算就够了。那可太好了！哎呀，小夏姑娘，奶奶第一眼看到你就喜欢。那我们家的装修就由你来设计，真的。要是小夏是我的孙媳妇该多好，比那个狐狸精强1万倍。一会儿给你好好做个计划。盛夏，你怎么把这个穷鬼给带进来了？你怎么说话呢？吴奶奶是我的客户。夏夏，你不知道，他也不知道怎么得罪了吴总，把他赶去了保洁部的小别墅，这会火气大着呢。风水轮流转，你们也别得意。还有盛夏，这个穷鬼呢，他只有5万的预算。你刚进公司第一单就接这么一个小 case， 试用期都过不了。是啊，夏夏，你要把几个月的时间都耗在这儿，你的试用期真的过不了。没关系，我已经答应吴奶奶了。谁说我的预算只有5万？我的预算是5000万。5000万！喂，死老太婆，你吹牛都不打草稿啊！你一个扫大街的，你知道5000万后面有几个零吗？奶奶，您不用为了帮我撑腰就这样说的。我要装修的是海宁府1号，5000万的装修预算多吗？海宁府1号就是那个中城市中心拥有上千平米的私家别墅。小夏呀，5000万只是初步的装修预算，不够的话你说一声，我再加。好。哎呦，我的亲奶奶呀！来，盛夏跟奶奶一起，咱们进办公室签约。盛夏，凭什么你走狗屎运，我却要去扫厕所？你给我等着！顾总，不好了，老夫人忽然杀到 SR， 把一个姓盛的设计师调去扫厕所了。什么？难道是盛夏？奶奶怎么能这么做呢？快被谁去 SR？ 是。后续有方案再跟您说，放心啊。小夏呀，这套别墅是我给我孙子和孙媳妇儿准备的婚房，你不用按照老年人的习惯来，就按照你们年轻人的习惯来。那您孙子和孙媳妇喜欢什么样的装修风格？奶奶相信你，你觉得怎么好就怎么来。奶奶慢走，慢走。哎，走。给您大手笔。哎。夏夏，海宁府1号是顾氏集团顾主名下的产业。没错，而且你看刚才那个赖，虽然他们但气人包队十有八九就是顾老夫人。真的？如果吴奶奶是顾老夫人，那我这单岂不是给那个首富顾总做婚房？对，夏夏，你这一单拿下来，绝对是梦。哎，你说我们怎么没有盛夏那么好的运气？早知道那个吴奶奶是顾老夫人吧，刚才她来公司，我说别给她端杯水，没准还能分杯羹呢。盛夏，恭喜恭喜！夏夏，你不是签了一笔大单吗？怎么愁眉苦脸的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我现在真是后悔。我跟你说，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咱们就把它退掉。退掉？那可是5000万的大单，光是违约金就得500万，你这不开玩笑呢吗？夏夏，咱们呢，其实大可不必这么辛苦。我告诉你，其实我其实就是觉得那个吴奶奶她人挺和善的，可你知道吗？她居然是顾氏集团顾总的奶奶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早知道是顾氏的单子，你别说是5000万，就是5个亿的单子，老娘也不接。啊，你是不是对顾总有什么误会啊？误会？我跟他有仇。有仇，应该问题不大吧？别让我再看见他，让我再看见他，我就撕了他。行，撕了他。没事。我让你查的盛夏对我有什么误会，查到了吗？顾总，您以前和夫人毫无交集，要说非有交集的话，就是夫人曾就读于怀城大学，而您是怀城大学的校董，不过你们并没有见过面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为什么他每次一提到我都恨得咬牙切齿？哎，看来现在还不是坦白的时候。啊，对了，顾总，
我查到夫人6年前的确是离开怀城去了脐城，她租了间房子，深居简出，很少和外人交往。不过夫人会定期去脐城医院。她去医院做什么？那一年脐城医院的资料室发生了火灾，所有监控的就诊记录都找不到了。怎么可能这么巧呢？我也怀疑是人为，于是做了深入的排查。其中有个负责挂号的老员工看了夫人的照片，说他记得夫人挂过产科的号。产科？你赶紧安排一下，我亲自过去一趟，亲自问他。是。副总，人来了。 6年前这个人真的挂的是产科号？对，你给我看清楚点，到底是不是他？是，就是他。 6年前他突然之间休学来到了这里，不与任何人接触，却时常来医院，还挂的是产科。算时间刚好和兜兜转转出生的日子吻合，难道他真的是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6年前我们医院妇科和产科还没有分开，他可能挂的是妇科吧？你给我想好了再说。没错，我记得当时他就挂了一个妇产科的号，他去了妇科还是产科，那我就不清楚了。何小姐，我已经按照你的吩咐，已经答复了顾总。我求求你，你能把我老婆孩子给放了吧？等我确定程岩没有起疑，你的老婆孩子自然会安然无恙。是，好。我那2个孩子没有机会看看这个世界，所以每年忌日我都会来这里，把我的所见所闻讲给他们听。夏夏，你不是说了吗？老天又给你补偿了2个孩子，你也该释怀了。小文，你说我和兜兜转转怎么会这么有缘？今天是我2个孩子的忌日，后天是他们的生日，我怎么想都觉得这世界上不可能存在这样巧合。可是夏夏，那件事我们已经查了好几次了，医院的记录也没有问题啊。可是，虽然签字的齐医生被确定有精神问题，但那不代表他给我接生的时候他也有精神问题啊。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？我想去见见他。盛夏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盛夏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我之前在这家医院实习，这次是夏夏陪我过来看望个朋友的。真的？当然。 6年前你也经常陪他在这家医院吗？对呀，之前我在这儿实习，夏夏经常来找我。喂，我说二婚男，我们还没问你，你怎么突然出现在这儿的？他是陪我来的，我刚好来看个病人。哎，这车是你的吧？是。那方便我们牵个车一起回怀城吗？没问题啊。走吧，夏夏。小文，其实刚才没有必要瞒他们的。嘘。虽说你那闪婚的老公是2婚，但是很多男人都忌讳女人生过孩子的，你最好还是先别说啊，等你们感情再深一点，再稳定一点再说。哦，还有你说的那个齐医生，我听说早些年他去国外治病了，你呀最好还是别胡思乱想了啊。走吧。刚才那个老员工再查一遍，说话牛头不对马嘴，支支吾吾的。是。 何小姐，老夫人定了盛夏做顾总婚房的设计师。什么？想不到，我当初以程岩的名义阻止他返校读书，他连大学都没毕业，竟然能得到顾老夫人的青睐。而且顾总似乎向盛夏隐瞒了身份。这个女人，肯定是因为当初返校不成，对程岩怀恨在心，所以程岩才对她隐瞒身份。 贱货，勾引男人的本事还真不小，看来我得亲自出手了。何小姐，我女儿晴晴被丢去扫厕所了。我知道，顾氏集团收购莱莎。您是顾氏集团的准少奶奶，只要您一句话，我女儿肯定能恢复颜值。哼，还好意思提你那个蠢货女儿？我让她去斗盛夏。 结果呢，还没上阵就输了个片甲不留。哎呀，何小
小姐您息怒，您看有什么需要我为您做的，一定鞍前马后，在所不辞。我要让盛夏不能继续为顾老夫人做设计，明白吗？明白，明白。我一定像5年前一样为您排忧解难。但是何小姐，只要您能让我女儿恢复原职，那就看你怎么做了。盛情，你放心，妈很快就会让你闻到盛情。盛夏那个贱蹄子，得意不了几天了。您好，我们是 SR 公司设计部的，有些事情需要向顾老夫人当面汇报。你们等一下，我去通传。有劳您。老夫人 ，SR 设计部的人说想见你。盛夏，哎，快请他进来。是妈咪来了，是妈咪来了。老夫人您好啊。老夫人您好。不是小夏，你们有什么事儿吗？老夫人，是这样的，盛夏刚到 SR 公司不久，我们担心您受他蒙蔽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，所以来和您商量一下，要不要换一个更专业的设计师呢？笑话，我不请盛夏，难道我请那个狗眼见人低的盛情吗？老夫人，盛情只是个例，我们公司还是有很多更专业的设计师的。不必了，我就喜欢小夏设计。老夫人，您有所不知啊，盛夏这个人他有问题。想办法让顾老夫人和盛夏解约，还要向盛夏索赔。做得好的话，尾款翻倍。好的，好的。他有什么问题吗？盛夏曾经多次以次充好，给客户装修的时候用劣质的材料，以此谋取暴利。不可能。老夫人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您不妨找一个专业的鉴定师，亲自去别墅里看一看。毕竟是给程岩设计婚房，还是要慎重一点。来人，去请一个专业的家具鉴定师来，随我去海宁府1号。是。在我面前心航最在意的女人，可可，快拍照片！顾晨言，马上送一批顶级家饰到海宁府1号，别问为什么，你老婆的业绩口碑就全靠你了。对，爸比，你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小少爷，按您的吩咐，顾总派人运来的都是全球最顶级的家私。漂亮。再给高一点，对，正好。沙发一个慢点搬，请那个靠枕摆齐哈。小夏，吴奶奶，经理，你们怎么都过来了？盛夏，你竟敢用劣质家具以次充好，简直是胆大包天！这次你不仅会被开除，还要赔偿天价违约金。经理，我怎么可能给吴奶奶用劣质家居呢？我们使用的所有家居品牌合同里都是有注明的，您看看。还敢狡辩！盛夏，想不到你心理素质这么好，顾老夫人都亲自上门了，你竟然还能脸不红心不跳。你知道这位是谁吗？这位是家装行业的业内翘楚，所有的品牌价格在他面前，通通没有浑水摸鱼的可能。小夏呀，如果你现在承认，我还不追究你的赔偿。劣质家具都安排好了。吴奶奶，我绝对没有以次充好。盛夏，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专家，您请。这次你可是死定了。老夫人，这沙发和这画和合同上的完全不一样。什么？盛夏刚上班不到1周就被开除，还要面临上千万的赔偿金，你这辈子可真是完了。老夫人，这沙发并非合同上标明的100万级系列，
而是最顶端的千万级系列。这幅画是大师滕霄云的真迹，失传已久，价值难以估量。什么？那专家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哼，老夫从业30年，从未出过纰漏。我敢用职业生涯担保，这些家私千真万确，货真价实。小夏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是临时更换了设计方案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哦，是这样的，我们品牌总监非常看重盛夏小姐在业界的口碑，也很欣赏盛夏小姐的能力，所以这些顶级家私呢，不需要按照原价，一律3折。什么？3折？老夫人，这样看来，3折折算下来，价格的确和合同上的预估相符。小夏呀，是奶奶误会你了，奶奶不该听信小人的谗言。我这些年看人，还从来没走过眼。来人呐！顾氏集团旗下不欢迎这样的人，将这2个搬弄是非的人给我拖出去！老夫人，我错了，老夫人原谅我。老夫人，你放过我，我不能死呀！老夫人，坐下说话。你慢点。哎，我再跟您说说这次的设计方案。小夏这孩子心地善良，性格爽快，长得好还有能力，我真是越看越喜欢。海林府别墅，夏夏今天不是在那边吗？难道奶奶出事了？快去海宁府1号严森那些医院。是。奶奶。小夏呀，我想介绍你和我的孙子认识，你们2个年纪差不多，他今天正好在附近。您孙子啊？顾老夫人的孙子，不就是首富顾总？奶奶，我就不见了吧。其实我已经……奶奶，您没事啊？奶奶，老婆，顾承言，难道你真的是顾氏集团总裁？你叫夏夏什么？奶奶，我还没来得及带夏夏去见您，其实我们已经领证了。什么？你和小夏已经结婚了？那可太好了！哎呀，奶奶，我公司还有事情，我就先走了。夏夏，你是不是生我气了？晚上回家，我有事跟你说。你这小子怎么回事？小夏这么好的孩子，你不仅不带他回来见我，你还骗人家！奶奶，疼！您先松手，奶奶，是因为夏夏她对我，不是，对首富顾总顾承言他有一些误会。不过您放心，我一定好好的跟他道个歉。好，你赶紧去给你道歉去。他现在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，他知道我骗了他，现在非常的生气。顾总，这也不是你的错，你没有坦白是因为还没有解开与他之间的误会。所以啊，在回去之前一定要弄清楚。另外，你再安排一次去怀城大学的试乘。是。感谢顾总多年来对我们学校的赞助，如果没有您，我们没有办法稳坐怀城第一大学的位置呀。17级有个女学生叫盛夏，你还有印象吗？啊，有的。当年她突然向学校提出申请，还是我特批的。1年之后她申请返校，你为什么不批？顾总，这不是您的意思吗？我什么时候有过这个意思？是何小姐说是您的意思。老婆，顾之要不离婚吧？老婆，你是在开玩笑是吗？
你觉得我像是在开玩笑吗？趁你玩腻我之前，我先提出离婚，正好可以分走你顾大总裁一半的家产，我何乐而不为？夏夏，其实我早就想跟你坦白了，只是你一直误会我当年阻止你返校，所以我才……你还好意思提当年阻止我返校的事儿？要不是因为你做的好事儿，我至于现在我只能做酒店前台，我只能当一个餐厅服务员吗？啊，这些都是拜你所赐。你听我解释好吗？不用了，离婚协议书我会寄到顾氏的，你给我马上签字，离婚。系统锁定剩余2分钟。老婆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开门吧。你的行李我已经给你放在大门口了，在你离婚签字之前，回你大别墅住去。我不想住什么大别墅，我只想跟你在一块儿。你开门吧，我求你了，真的。老厂长，交给我。兜兜转转，你又不是在看奶奶那儿吗？妈咪，我好想你，我想跟你在一起。妈咪也想跟你们在一起。我让你进来了吗？OK。顾总，我们马上就要离婚了，我希望你能够自重。妈咪，我会很乖的，你不要赶走我们。妈咪，我们保证会乖乖听话的。好，那你们留下。走吧。哎，那我们。妈咪，我马上跟这个陌生人划清界限。顾总统。妈咪，这不是你的学校吗？爸比在做什么呀？尊敬的各位领导、各位来宾，欢迎顾总莅临我们的捐赠仪式。下面有请顾总上台发言。今天借此机会，我要在这里郑重地澄清一件事情：6年前，17级的盛夏同学因病休学，1年之后返校，顾氏集团并没有出面阻止，而是有人暗中阻挠，这才导致了他没有顺利毕业。今天我以顾氏的名义宣布，怀城大学随时欢迎盛夏同学修完他未完成的课程，并以他的名义捐赠1亿元，建立助学资金，帮助那些怀有梦想的学员顺利求学。在这里，我代表顾氏集团郑重地向盛小姐道歉。至于当初假借我名誉的人，我会依法追究他的责任。哎，罗小姐，顾总吩咐，请领我们走一趟会后调查。妈咪，你怎么哭了？老婆，你怎么了？妈咪，是芭比绑架了我，我才心不甘情，不愿意让他进来的。豆豆，妹妹，和哥哥出去玩，芭比和妈咪要谈情，不对，谈事情。顾哲言，我们离婚吧。老婆，我今天过来就是为了当众正式跟你道歉的，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保证以后无论如何有什么事情我都不瞒着你。不只是你瞒了我，我也瞒了你。什么事？6年前，我之所以休学，真的是因为我生了2个孩子。你的孩子的父亲呢？你的孩子的父亲呢？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，我不知道。之前社姐给我下了药，我根本不知道那个男人是谁。那孩子呢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，我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是不是还在活着。都过去了，我知道这些事情都是你难过的事情，你不是有意瞒着我的，我不怪你啊。顾哲言，我们这段时间的相处，我们彼此都有保留。我们之间的相遇，
不过是一段阴差阳错，我们之间注定是有缘无分的相遇。离婚协议书我已经寄到顾氏了，你尽快签了吧。这个家原本就不属于我，我现在就搬走。顾总，亲子鉴定有结果了，夫人果然是小少爷和小小姐的生母。老婆，妈咪，你就是我们的妈咪。看，豆豆，晨晨，真的是我的孩子。妈咪以后再也不想跟你们分开了。还有芭比。算你小子还有良心。